成語杯弓蛇影，意思是將酒杯裏的弓影誤認為是蛇，用來比喻疑神疑鬼，自己嚇自己。這個成語常用在形容一個人把虛幻的事情當真，因而過度驚慌害怕。這個成語來自晉朝的故事。有一個名叫樂廣的人，他邀請朋友來家裏喝酒。朋友喝着酒，突然看見酒杯裏有一條蛇在游動。朋友心裏非常害怕，但還是勉強喝下了酒。回家後，朋友就生了重病。後來，樂廣又去拜訪那位朋友，問起他生病的原因。朋友說是因為酒杯裏有蛇，害他心裏害怕。樂廣回到家後，仔細觀察那張桌子，發現牆上掛着一張彎曲的弓，弓的影子剛好投射在酒杯裏，看起來就像一條蛇。樂廣把朋友請來，讓他坐在同一個位置，並向他解釋原因。朋友知道真相後，病馬上就好了。樂廣的朋友就是杯弓蛇影的最佳例子。例句：自從上次被大狗咬了之後，他現在看到路邊的繩子也會杯弓蛇影，嚇得不敢往前走。